曾经被农委会本地批报道来看到，根据农委会的调查，40年前大概人当年就是5万盘，我理下10万多万板，现时过年盘的需求量减少。有的校长5星水平认为，雪盘会变太口。我其实盘地图唔单止要糖类，还要乱拍出拿维生素来的成分，运用的价值非常的均分。运用时也建议要减配热。莫为了减重雪盘，因为雪盘唔但常做得填充体内的代谢，还做得燃烧脂肪，也唔会改变太口。昨天90年世地方次新行腿铺，由后生中设做个客家喜口流票子嘅地皮针，用自家经验讲，减重清好嘅方法就是不用强松，唔好本自家负面嘅情绪。喺减重嘅过程当中，体重就卡唔会停啲嘅，未卡唔会太口进来。另外，轻重要一点就是会吃饭。人一定要吃饭，所以即使在我那个时候会去减肥的时候，我每天我不会完全去拒绝淀粉。比如说我有一个下午的记者会，我早上就一定会记得要摄取淀粉，因为这样子才会聪明。真的不吃饭，脑子会变差。不过，亚哈同道为什么嘢就唔認同安尼嘅做法？家就知道飯係澱粉類，將容易量天體冇營養價值。韓講澱粉類就係會變太口為主要原因。就觉得白米里面有很多淀粉啊，然后淀粉就容易发胖这样子，然后就会想说不要吃淀粉，这样子就会瘦下来。就只吃菜和肉，就不吃淀粉，不吃饭，对，不吃饭。大家可能會知道講亞運飯嘅熱量當高，唔過佢嘅熱量其實佔280卡天體，佢嘅熱量食材唔係一個，唔過呢，來到飲料店呢，其實買一杯珍珠奶茶，佢嘅熱量就有500卡，也就係講有2碗飯嘅熱量。營養師劉依麗講，飯做地講係東方人主要嘅糖類來源。係講無糖類來添數體內推差消化脂肪，都會造成體重停啲嘅變太口，引起溜溜球效應。因为你不敢吃饭，相对你热量确实会减少。那减少的时候，当你的体重会下来，可是你可能减到，比如说2个礼拜、3个礼拜之后，你就开始停滞。这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说，你要吃，真的要吃所谓的一个米饭。好，那它里面的一个复合性的糖类，它可以帮助你脂肪代谢出去，让你的脂肪下来，然后肌肉量上升，这样子才是成功的减重。只有農委會資料昆出，泡米當中糖類含量輕度，它有佔嘅78%，卵拍質6.5%。脂肪含量少，它有佔0.5%天天，纖維係0.3%。另外，泡米當中含有鈣、磷也都有礦物質，含加維生素 B 群也都有營養價值。資料昆出米嘅營養價值都完整均分。白米饭其实它有15種以上的營養成分，不像外面講的，就是好像沒有營養價值這樣子。其實它營養成分很足夠，好，那它的油脂幾乎接近於0，好，所以基本上它就沒有提供太多的一個油脂的部分。盡量擺大一點哦，動作大一點。好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營養師劉依麗指出。係講因為減重長期唔食澱粉類，可能會造成酮酸中毒、記憶唔好同身體變弱也條情形，影響身體空間。建議什麼嘢當日至少會食2碗飯，食辣嘢會食3碗，來補足因為嘅糖類來源，身體將會空間，腎臟未會強。客家新聞方區上林建佑、馮子涵特別報道。